由路徑及深圳控股合作發展嘅海和山，位於屯門掃管笏管翠路18號，項目提供693伙，由4座分層住宅大樓及14棟洋房組成，戶型涵蓋開放式及4房間隔，主打2房單位。項目已屆現樓，發展商都開放咗現樓單位俾我哋參觀，即刻同大家一齊睇下啦。首先我哋參觀嘅係一座17樓 B 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587尺，屬於2房2廳緊廚間隔。入門設有一個玄關位，可以放到1列嘅置頂收納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浴室位於玄關位，以旗杆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通過玄關就係客飯廳，呈長方形，左右兩邊廳做到客飯廳分明，可以放到3至4人用嘅家具。外連露台，望開陽翠綠山景。廚房位於飯廳嘅一角，緊廚設計，曲尺形嘅工作台面，設有多組櫥櫃，以及高身拉架櫥櫃，方便收納，而且一目了然。設有基本家電，包括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蒸焗爐、煮食爐等等。小走廊嘅兩邊房間，先睇下左邊，開側方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書台，並且預留咗位置放置衣櫃。另外一邊係主人房，長方形開側，擺放雙人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一樣預留咗空間擺放大衣櫃，以及設有一扇窗，另有落地大玻璃窗及工作平台，一樣望開陽翠綠景致。然後我哋去另外一間2房間隔，一座17樓 D 室，實用面積485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玄關位預留咗空間擺放嵌入式嘅收納櫃，可以放鞋櫃或者係獅子櫃。通過玄關就係 L 型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，並且配備各種家電，包括洗衣乾衣機、雪櫃、煮食爐及蒸焗爐等等。客飯廳開側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，一邊飯台可以靠牆擺放，另外一邊客廳可以放到3人梳化同電視櫃，都有空間可以放到茶几。客飯廳外連露台，享開陽翠綠山景。浴室以旗杆設計，一樣設有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房間方方正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亦都可以用作書房。主人房以長方形開側，方方正正，容易擺放家具，可以擺放雙人床、衣櫃同梳妝台。雖然唔係落地大玻璃窗，但一樣都可以望到開陽山景。最後我哋參觀一座17樓 K 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385尺，屬於1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玄關嘅其中一面牆改成為鏡面，方便外出嘅時候整理宜用，亦都設有雪櫃。接住落嚟係 L 型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，並且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客飯廳開側方正，可以放到2個人用嘅家具，包括餐台、電視櫃同梳化等等。外連露台同樣都可以望到山景。浴室以旗杆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，提供收納空間。房間以長方形開側，雙人床可以靠窗咁擺，都有空間可以放置大衣櫃同梳妝台。住戶可以喺項目大門乘坐港鐵接駁巴士到屯門站，或者坐巴士到屯門公路轉車站，有多條來往港九新界嘅巴士線，而且鄰近港珠澳大橋、多個口岸同機場，無論係返內地定係出國都非常之方便。掃管笏位處沿海地帶，擁有5個泳灘，包括黃金泳灘，閒時都可以去到沙灘玩下。購物方面可以到附近嘅黃金海岸商場，有小區嘅食肆同埋超市，滿足到基本嘅日常所需。
想有更加多元化嘅選擇，就可以去到屯門市中心，多個大型商場，購物娛樂樣樣齊。想買新鮮嘅食物，亦都可以去到屯門新墟街市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